来看，前国民党的立委廖国栋涉嫌收500万，寄予光电业者乌西，甲水利署的官员强逼几纳改，要求因重新启动屏东无淡水库的历年计划。因为落尾这推动无成功，光电业者送去的钱讨袂转来，全闭面翻头去甲检方检举。经过调查，检方是依照贪污的罪嫌，甲廖国栋和业者拢总5个人拢起诉。 前立委廖国栋涉入所购收污钱案，一审是重判8年半，即马官司还未结束，阁卷入新的备案。互检方控诉讲，伊伫立委的任内收污钱对公部门施压，重启历年开发计划，8减19是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起诉廖国栋和光电业者等5个人。 检察官依公务员收受贿赂罪及对公务员行贿罪等，依法提起公诉。这个开发案是规划伫屏东的无淡水库设置太阳能发电系统，但是招标7摆拢流标，官方伫宣布停止推动了后，检方发现讲伫2019年涉案的业者是找廖国栋，承诺以1000万做报酬，要求伊对水利署等官员来施压，重启开发计划，而且降低投标厂商的资格和条件。 当然，业务根本就无厘头嘛！我甚至觉得有这个事，其实我本来没有接触这个，我应该不是我的选区啊。搁涉贪污红起诉，廖国栋是拍拼在法冤枉，但是专案是涉案的业者主动向检方告状提告，因为不满伊真侪摆协调拢无结果，所以已经拢共收500万去啊。伫夏东派立委集体收污钱案爆发了后，廖国栋搁一摆封羁押，就算后期交保红放回来，伊嘛无搁再倒推动，互业者气甲要甲互伊的钱摕回来。但是廖国栋敢若讲一句，即马身躯顶无钱。局长现在在搜索什么？是跟光电有关吗？国内光电备案真侪，对台南市前经发局长陈凯玲、婚姻关议会议长黄凯、中华关议员詹木君、前台盐董事长陈启玉等人，拢互控诉涉入其中，甚至互起诉。备案小人线一直爆出来，到底是政策法规无够周全，还是讲是对一个部分出问题？很多事情它的背后其实都是经发局在推，府会协调就让它过了，或者说后面有一些民意代表的施压，然后就过了。咱国积极推动再生能源，所以连续逼出官员和生理人斗空。学者认为讲，地方政府的裁量权真大，审查必须要做好把关，而且检讨相关制度。只要状况发生，就要较紧依法来严办，莫互这历年假抓有机会伫遮底作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